都係主席。嗱，第一個問題咧，想跟進翻237係林議員嘅問題。但係其實之前啊，陳沛良議員同容海恩議員都問咗啦，咁未必使回答。但係都想表達一下，因為我自己都非常關注關於呢個口岸安排嘅健康篩檢工作嘅。咁啊睇翻累積咧，其實使嘅錢確實唔少啦，即係5年都11億幾啦咁樣。嗱，長話短説啦，頭先都聽到個解釋，我係接受嘅解釋嘅，亦都希望可以盡快利用更多科技啦。嗱，我特別關心係喺車裏邊，即係嗰啲人工去檢測體温嘅，因為嗱現實啲講，局長即係兩方面都唔好嘅。嗰啲人手喺度呢，其實佢哋日日喺度呢都吸好多嘅車嘅廢氣，對佢哋自己健康呢都係非常之有害嘅。我相信啊嚇。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呢，直白啲講啦，局長，因為我過關都比較多啦。頭先又講到其實好多係外判，確實係外判。我見到佢着住件 T 恤咧，係寫住什麼什麼物業咁樣嘅，即係外判員工啦。咁但係嗱，反正錢就使咗啦。頭先聽到個答案呢，都係唔會改變啦，亦都係覺得呢個係重要去保留嘅一個措施。咁能唔能夠用咗錢呢，係確保到個真係篩檢到呢？因為我自己感覺嚇，我呢個感覺唔係一個科學嘅一個判斷，但係都係好求其去做嘅。即係喺車裏邊有7個人呢，求其都係撳兩下就算數㗎啦，俾你過㗎啦。咁係咪真係做到所謂個公帑，或者所謂真係係用到我哋嘅初心係真係個檢測得好呢？咁呢個希望個政策上都檢測下啦嚇，即係會唔會有個平衡啊？或者如果你橫掂錢都使咗啦，點樣令到嗰個外判商真係可以提供到俾政府嗰個服務係真係做到局方想要嘅一啲嘢呢？咁呢個我諗唔使去回應啦，因為頭先兩位議員都問咗。嗱，另外都係想，亦都係跟進翻一個144嘅問題，就係梁美芬議員嘅問題。其實頭先郭玲麗議員都輕輕提過，就係精神健康問題。咁啊，大家其實都非常關注，尤其是精神健康咧，就係越嚟越年輕化啦。咁我睇到局方嘅答案裏邊咧，睇到2024年為關愛隊員咧提供咗一個精神健康嘅支援培訓，咁啊經常開支29萬，錢唔係好多。咁頭先都聽高醫生講啦，其實精神健康都好專業嘅一件事情嚟嘅。咁但係呢個錢出咗去啦，咁其實有冇可以統計到係展開咗邊類型嘅服務呢？什麼培訓呢？或者係接觸到幾多，或者幫到幾多市民呢？會唔會就呢個所謂嗰個精神健康嘅培訓有個所謂個評估呢？好唔好？多謝主席。好啊，主要就係精神健康評估。長。我哋多謝主席，我哋一直都強調咧，精神健康呢個問題唔係完全係一個醫療方面嘅問題嚟嘅，因為好多關係到社會啊、家庭啊、就業啊，以至學校方面嘅情況，亦都咧係需要一個跨專業嘅個合作。就喺唔同嘅層面，就當病人真係嚴重到要去到醫療機構睇醫生嘅時候咧，其實係一個即係只係一個其中一個小部分嘅，就係一個比較嚴重啲嘅。咁所以咧就我哋好強調啦，就係喺個社區度可以有好多嘅希望更加多嘅支援，包括咗霍議員你頭先提到嘅培訓一啲關愛隊啊嗰啲咧，喺佢哋日常喺個社區入邊，佢哋接觸到呢啲嘅人嘅時候咧，佢有啲基本嘅一啲技巧去到處理呢個嘅。但係我喺呢方面冇一啲咁嘅數據係佢哋喺個社區度接觸到喺同嗰啲長者又好，或者佢哋嘅嗰個服務嘅群組入邊啦，咩情況之下用咗呢啲咁嘅技巧去到做溝通，咁呢個咧我就冇呢個咁嘅數據喺度。多謝主席。